第一組廣東人嘅綠豆糕，第二組有其他作用嘅鎖匙，第三組係一組神諭卡，大家揀一下啦。Hello，呢度係第一組，睇下呢一組嘅你哋適合咩工作呢？係進入體制定係自己做嘢，定係進入企業呢？首先我哋先嚟睇一個信息對應，呢一組我會睇到比較強嘅雙魚、天秤同埋水瓶嘅能量，大家可以對應一下你哋星盤嘅日月星啦。然之後呢一組我感覺你哋大學或者係後嚟工作之後從事嘅專業可能會同啲藝術相關咯，或者係你哋嘅工作需要用到你哋嘅創意，一定程度可能都會同錢相關嘅，即係譬如話金融啦、證券啦、銀行啦咁樣嘅地方。然之後有一部分人呢，應該係從事一啲教育嘅行業，呢一組都有做老師嘅，或者係以前讀書嘅時候係讀啲師範嘅。包括呢一組感覺你哋係一個直覺特別準嘅人，所以嘅話其實呢一組唔需要話好認真咁去睇我嘅大眾占卜咯，你哋可以根據自己嘅直覺去選擇你哋想要嘅方向，你哋嘅直覺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指向性。另外呢一組仲有一部分人而家或者係以後可能會涉及一啲新興嘅行業啦，即係話大眾唔太熟知嘅一啲比較小眾嘅行業，或者係同溝通交流信息嘅傳輸相關嘅。OK， 然之後接落嚟我哋睇一下我哋嘅主題啦。你哋究竟適合咩樣嘅工作呢？係進入體制呢？定係喺企業做，定係自己出嚟做呢？首先我睇到一啲好容易精神緊張嘅能量，你哋可能係一個比較挑剔，或者係比較謹慎，比較完美主義嘅人，然之後呢喺工作上邊都係比較容易焦慮嘅，所以一早話你哋選擇嘅行業最好係可以令自己精神上面比較放鬆嘅，即係唔好話逼自己逼得太緊咯，否則可能會好容易產生一啲生理上嘅一啲體驗同埋反應啊，容易失眠啦，或者係焦慮情緒好強烈啦。所以嘅話，一早其實進入體制工作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因為我感覺到你哋係一個唔太有嗰種衝勁嘅人，就有一點點躺平，所以做下鹹魚啊，或者係經常會有啲機會可以摸下魚啊咁樣嘅工作狀態，可能會更加適合你哋。而且一早咧，你哋都係有一定嘅運氣嘅，因為呢一組木星嘅能量好強啊。即係你哋會有一定嘅嗰個運氣啦，同埋一種擴張嘅一種鬆弛。你哋以後嘅工作咧，或者係近呢幾年，可能你哋喺考試或者係面試上面都係有少少運氣嘅，而且係比較容易得到大家嘅中意咁嘅。然之後有一部分人，如果你哋嘅專業係同教育或者係同法學啊、哲學啊呢一類相關嘅話，對於考公係非常之有利嘅，係有啲考試運嘅。而且咧，第一組嘅十二宮能量係好強嘅，不論呢一組嘅你哋係從事咩專業啦，你哋想去考公啊，或者係進入體制內，都係有一定嘅運氣同埋你嘅緣分嘅。所以一組嘅話，如果你哋確定係想考公嘅話，就可以揸緊一下呢一兩年嘅機會。呢一兩年對於你哋嚟講係會有一定嘅機遇同埋運氣嘅，係好容易進入體制入邊嘅。所以一組你哋可以加把勁啦，稍微。即係如果你哋真係確定有咁樣嘅決心嘅話，一定要喺呢2到3年入邊，真係要用心一啲咯。所以呢一組我先恭喜你哋。OK， 以上呢就係第一組嘅全部信息啦。Hello，呢度係第二組，我哋睇一下你哋係更加適合進入體制呢，定係自己做嘢呢，定係進入企業呢？然之後我哋先嚟做一個信息對應啦。首先一組啊，水星嘅能量會好強，水星同月亮一組係文科專業會偏多嘅，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同文科相關咯。有學法律嘅，有學一啲行政類嘅、管理類嘅，或者係同運輸相關嘅。然之後呢一組有一大部分人可能係喺海外留學過嘅。
我有睇到一啲比較遠程嘅能量，你哋可能喺讀書嘅時候啦，或者係依家出嚟工作嘅時候，都離屋企比較遠嘅，唔一定係喺國外，但係可能會離你哋本身嘅屋企會好遠。呢一組有好強嘅嗰種異地嘅能量。另外呢，呢一組你哋嘅工作啊，或者係你哋依家選擇嘅從事嘅方向，可能會有一啲舞台表現力嘅，或者係啲創作力啊。咁我呢一組你哋係比較自信嘅，或者係比較英雄主義，比較期待自己可以喺人群當中發光嘅。呢一組嘅能量係好有激情嘅，但係呢可能會有啲啲急於求成啊，或者係缺少耐性咯。好多時可能會比較3分鐘熱度。仲有一點好重要，呢一組係唔中意俾管束嘅。即係，即管你而家喺度備考緊，你可能都係覺得好唔舒服噶。你可能會覺得，就算自己考上咗，但係都唔係自己想要嘅。即係考公嘅嗰種工作狀態同埋工作嘅氛圍，唔係你哋想要嘅。但係暫時你哋可能未知道自己係想要咩嘢，所以就喺度備考，即係會有咁樣嘅能量存在咯。最後我哋進入一下我哋嘅主題，你究竟適合進入體制內呢？定係自己工作，定係進入企業工作呢？呢一組嘅能量其實有好強嘅太陽同埋5宮嘅能量，係同一啲創造力啊、表現力啊同埋藝術權利相關嘅。呢一組其實根本係唔太適合進入體制嘅，可能你入咗去，你哋都會想方設法想要出嚟。而且呢一組嘅你哋係好有創造力或者係表現力嘅，你哋會有自己嘅一個想要嘅目標，即使係依家仲未揾到，但係喺人生嘅路上，你哋會有某一個時刻係會 get 到自己想要咩嘅。所以一組嘅你哋，如果你哋暫時未揾到自己想要嘅方向嘅話，你哋可以先按照目前嘅節奏去行，即係不論係點先為自己儲存一啲積蓄先，然之後再去為自己嘅人生目標去做一個鋪墊。呢一組啊，不論你哋係想進入企業工作呢，定係進入體制內工作，你哋可能以後都會出嚟自己撈嘅。所以一組嘅你哋而家可以先將呢個基礎打好，先將社會經驗豐富好，然之後等你哋揾到自己嘅目標嘅時候，就可以厚積薄發啦，呢個過程就好順理成章啦。OK， 以上呢就係第二組嘅全部信息。Hello，呢度係第3組，我哋睇一下呢一組嘅你哋更加適合進入體制工作，定係進入社會企業嘅工作，定係自己出嚟做嘢呢？然之後我哋先嚟睇一個信息對應。首先呢一組啊，會有好強嘅人際嘅能量，你哋可能本身從事嘅專業啊，或者係依家從事嘅工作，係要同比較多嘅人進行合作同交流嘅，所以一組嘅你哋可能會需要去學習一下同溝通相關嘅藝術啦，同埋點講嘢啦，要好識做人咯，即係人情世故方面嘅嘢，你哋要知道好多，包括呢一組會仲有一啲金錢相關嘅能量，你哋嘅工作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同金錢相關。然之後呢一組仲有比較強嘅8宮嘅能量同埋11宮嘅能量，佢會同一啲社會群體相關啊，或者呢一組嘅你哋本身就喺一個體制入邊，但係呢依家可能想跳槽，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呢一組仲會有一啲學語言嘅能量，比如話外國語啦，或者係一啲好小眾嘅語言啦，或者係漢語言文字啦，有一啲咁樣嘅語言相關嘅能量。仲有一部分可能係學嘅同翻譯相關嘅，或者係比較擅長英語呢個學科。睇第3組嘅你哋可能會處一個比較尷尬嘅位置，高不成低不就，或者係喺一個分叉路口，唔知道行邊邊咯。呢一組我係覺得需要一定嘅試錯時間嘅，即係你哋嘅工作，不論係依家定係未來，你哋都要有一個試錯嘅過程。你哋係冇咁容易揾到一個你哋好堅定嘅一個專業同方向嘅，所以一組嘅你哋係需要多啲試錯。
最後咧，進入我哋嘅占卜主題，就係你究竟適合點樣嘅工作呢？呢一組我睇到你哋嘅正財係好強噶，即係正財，即係嗰種死工資啊，嗰種工資上邊嘅提升啊，或者係升職啊，呢方面嘅能量係好唔錯嘅。但係咧，一早你哋想進入體制咧，係冇咁容易嘅，可能前期需要付出更多啦，先可以達到你哋呢個結果同埋目標。呢一早你哋嘅正財好唔錯，證明喺個企業做嘢啊、升職啊，或者係一個提升嘅空間都會好唔錯嘅。但係如果你哋係想進入體制嘅話，你哋前期需要付出嘅嘢可能會更加多咯，即係唔會話咁順利，一考就考上，可能會需要考好幾次啊，或者係付出比較多先至會有咁樣嘅時運去俾你哋達到呢個結果同埋目標。所以一早嘅你哋如果冇一個好堅定嘅心位，你哋可以先進入企業工作咯，即係你哋可以感受一下呢個社會嘅一啲多樣性，然之後再去決定接落嚟想去做啲乜嘢。呢一組嘅話，如果係創業，我都係建議你哋先積累一定嘅社會經驗，然之後再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咁樣會令你哋嘅試錯成本低好多。OK， 以上呢一組呢就係一個正財比較強嘅一組吓，上一組呢就係一個偏財比較強嘅一組，所以呢一組我係更加建議係先進入企業工作嘅。OK， 以上呢就係第三組嘅全部信息啦。